好，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德国在台协会面册卖奖专业，你早起是发布一个消息，讲拄到真侪技术问题的德国的国铁最近袂过来5点咯。解决的原因，听讲是因甲台湾的一间饼的制造商来合作。为这个相片会当看到，确实有台湾出名的这个饼的包装放伫列车顶，随车人员嘛摕咧翕相，佮随身放伫落地仔底。这个大文当中佮讲，会伫4月初1的记者会向大众来说明。也毋过协会随后嘛佮大文章来讲，这是一条愚人节的消息。要伫今仔日4月初1，祝大家愚人节快乐，要互大家笑笑啊，来过这个节日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而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